再來看民眾黨的李金秀在國籍爭議也未解決，昨佇咧立法院司法委員會甲內政委員會咧質詢，同款是無任何一個官員要來甲回應。針對李金秀最近的行為甲言論，民眾黨的中評會是按算13要開會來討論要安怎處理。也在創黨的主席郭文德表示，講是尊重中評會獨立運作。尊重李珍秀女士的上台發言，但是呢，我們也尊重目前行政院那所有的一個結論行政官員可以不必詢答。民眾黨立委李金秀正在準備質詢，調會爭取向做裁示行政官員甲被提名人應免接受詢答。原本想要針對檢察總長被提名人是釋上人數案質詢，就對抗的質詢台發言。大家現在看到一個很好笑的人事審查，立法委員面對的是一個空的質詢台。咱的中評同款佇內政委員會來出現。每次只要一遇到颱風、地震，國人的心就跟着懸在半空中。在質詢台頂的交通部處長陳建德，甲內政部長劉世峰煞點無講話。劉世峰閣是頭日來看資料，一直到質詢結束，調會廖先祥先出來講話。謝謝李珍秀委員的發言，今天探討的議題都非常的重要。對立會主計證據，李金秀最近的言論證據，恐嚇互民眾黨處罰。黨內中評會13要開會基礎，民眾黨創黨主席郭文德回應尊重中評會獨立運作。做得好不好，其實大家都看也知道了。但是我覺得這樣的，凡事就是這樣，做什麼事情人情世故義理的，對不對？我覺得柯主席是很有高度的政治家。制度到時候結果怎麼出來，你就會遵守。時間還沒到嘛，大家就等那個制度裁決出來。經理會黨委會賴香玲攏發聲，愛知影整體面對黨內煩惱衝擊地方選情壓力，李金秀回應所有建議甲發聲，攏是為民眾黨好。黨公職愛謹慎規範家己的言行舉止。記者綜合報道。